兄姐平安，平安。一礼拜开始，特别是伫即个5日连假、5日节连假，真欢喜，甲兄姐三甲来敬拜咱的上帝。主啊，我要专心专人来学乐你，我一生拢要来敬拜你。你是堪得学乐甲敬拜，恳求你拍开阮的心门，甲目睭，我要亲像鹿，倾慕溪水一样来倾慕你。恳求圣灵降临伫阮当中，阮倾慕敬拜你，做伙来吟诗敬拜学乐咱的上帝，轻轻听。主声音，轻轻听，伊在轻轻听，我的无遮明白我的声，伊是大无遮奇妙的主宰，我一生只听。是大无遮奇妙的主宰，我的无遮你伫我的声，轻轻听，我要轻轻听，我要后耳空听主声音。是大无遮奇妙的主宰，我一生只听他主的声。伊是大无遮奇妙的主宰，我的无遮你伫我的声。伊是大。是大无遮奇妙的主宰，我的无遮你伫我的声。诗篇96篇40安尼讲，因为耶和华最大，应该受极大的乐，伊伫正心民的顶面，应该受敬畏。至圣的主看得咱敬拜甲学乐。咱来到施恩宝座前，主感谢甲学乐，也为过去一礼拜有得罪上帝，做无下主旨意的来认罪悔改，咱做伙来祈祷。至圣的天父上帝，无有一项事比学乐你更加会当互我心中充满对你的敬畏。主啊，你是灵，我们用心灵甲诚实来到施恩宝座前敬拜你，得到你的怜悯甲恩赐，你的信实何等伟大，你的疼何等的悬、深、长、宽。感谢你过去一礼拜的保守甲带领，我相信新的一礼拜是蒙福气的开始。伫每时刻有你赐的平安，伫每一件代志顶面拢有你赐的稳定。求你甲智慧、甲喜乐放伫我的内面，互我会当充满快乐去听人，甲祝福分享出去。也求主赦免我心中一切歹念头甲歹所行。主啊，多谢你施恩怜悯，保护洗净我，无搁纪念我的罪过，互我回转你的机会，检讨我对你的热情，加添我对你的信心。恳求主带领阮行伫合伫上帝喜爱的道路，
感谢主，阿耳康听我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接着，咱要来为教会来祈祷。以弗所书4章29-30安尼讲：凡事谦逊、温柔，用吞忍伫恁内撒宽容，用和平相结连，抵守圣神所赐的合一。咱要来为教会今日的这段求圣神降临伫咱当中，设立宝座伫咱当中，特别为志愿牧师按各样的所在来甲咱当中咱特别来为志愿牧师来祈祷。咱嘛要为教会所推动的各项事工，求主赐福，互咱所做通荣耀上帝名。嘛为咱的长职同工小组长会当有合一的事奉，嘛为咱3位牧师，求主恩赐因属灵的智慧以及健康的身躯，咱同心来祈祷。阿爸爸上帝，当时的兄弟来到伫你施恩宝座前，恳求你圣灵降临，设立宝座伫阮中间，接纳阮的敬拜，互阮的敬拜真做芳芳的祭，摆咧到你的面前，祝福每一个参与事奉当中有对上主来的智慧甲能力，特别加添今仔志愿牧师伫阮当中，阮带领的信心，充满着主你的能力甲智慧。也祝福着牧师的讲道，充满上帝恩膏同在。长职同工小组长甲正会友会当甲牧师同心合一，互富强教会真做祝福人的教会，结出人来果子。愿奉主耶稣的名宣告，富强教会要被圣灵充满，生命更新。每一个会友甲兄弟拢乐意侍奉，真做主的见证人，伫每一个所在大胆传福音。富强教会要真做荣耀上帝的教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轻轻听。咱来为咱台湾来祈祷。第4篇33篇12节安尼讲：认耶和华做伊上帝，迄个国有福气；已经选做伊的产业，迄个百姓有福气。求主赐下智慧，互咱的总统、甲地方以及中央的执政者，伫各项的局势中，会当做正确的判断，辨别是非，行上帝眼中看做正的代志。互台湾的主权甲外交得到突破，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祝福台湾，互阮通生活伫台湾这个美丽甲民主的宝岛，阮感谢你。
我们学了你，你所享受的土地台湾汉人的美好，四环民主自由。我宣告，台湾是上帝国的迦南地，是主掌权的所在。求你祝福我的总统蔡英文，甲各县市的首长，保守跨国因的身躯领受平安健康，也保守因的心，持守正直诚实，行伫光明的道路，保守因的政治理念，持守圣洁的态度来带领台湾百姓，互执政的伫执行任何政策，拢坚守公义，得到上主的智慧甲策略。为人民谋福利，求主掌权伫因一切官兵顶面，互黑暗的关系无法度利用因，无法度合作攻击因的心灵。求主保守因的心，也求主互台湾伫国际外交顶面的各种困境，拢会当因着主顺利来得胜。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别个再来为咱白听中以及新心灵软弱的肢体来祈祷。出来记记23章甲25章咧讲，恁着服侍耶和华恁的上帝，伊的确赐福伫恁的米流甲恁的水，叫我要除去恁中间破病的。咱来为心灵软弱白听中的肢体，特别是来为癌症中的兄弟来祈祷。咱们来为大业咧找头路，以及经济困难的肢体，咱做伙同心来祈祷。阿爸爸上帝，你伫箴言13章17节应允我。忠心的钦差会予人健康，愿同心来到你施阮宝座前，来找加添快乐的天父，互阮搁来一摆确认你要予人得到稳定的心意。虽望伫困境中，我的信心袂摇脱，求你来赐予我一粒新的心，装满了因主爱，胜利我心中的喜乐，甲稳定的快乐。当阮软弱也是白听时，我们奉主的名宣告：上主是阮的快乐。困难风涌来时，上主你是阮的盾牌，是阮的帮助。阮心内倚靠你，就要得到帮助。互阮有大信心来仰望你，全然仰望主，靠主刚强壮胆，温歌充满，互破病得到医治。世界的你为阮备办适合的工作机会。经济困难的，求你为阮翻转感情艰苦的困难环境，供应因阮即时的需要。阮信靠你，会有长远会解决的方法。你有能力用尽一切，你要恢复失去的头路、财务、甲愿望伫这当中。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你是大牧者。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他主的声。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的牧者，你听我的声。
亚！今仔日是主耶稣得胜的日子，阿们邀请咱大家做伙起立，做伙用拍拍啊来吟诗而乐，归荣耀咱的上帝。我唱哈利路亚。专心专意来而乐主上帝，做伙来吟圣诗152首，
救主疼痛的声。主疼痛的声，我着我的来听，以后我的心我最心呀，主我来主你，到我主你。在真情，主我来救你，我搭救本你，用你所留的宝贝，随我最后心意，救主叫我自情。受恩疼痛的主上帝，感谢你无限的恩典，阮经历你一礼拜来的保护看顾，伫这个连续假日，阮无袂记你，祝你的生日更较宝贵。所以，正受恩的囝儿、查某囝，阮三甲组织，为着要来调见你的面。为着要通过敬拜，领受你无限的祝福，主啊，无论是伫现场，还是伫线顶，阮拢要共一样的心，自会敬拜。是阮知，阮是你所创造的百姓，阮是你调来的羊，阮要调见主，对主领受着草料，领受着属灵的美粮。俾上帝，今仔日。是特别红山西门教会建堂奉献的主日，我要共一样的心，做伙来关心西门教会因安怎伫上帝你美好的带领，要经过这条建造圣殿的道路。主啊，我要领受学习，也要共款来献上大祷甲祝福。愿今仔日的敬拜对头到尾。上帝你的恩伫阮中间，圣神引带甲高抹，互你的罗卜，你牧师所宣讲主你的话，也成做阮上大生命的养分甲起造。感谢主，愿你保守阮伫这个炎热的天气中间，阮有你的看顾，身心灵拢得到平安甲祝福。
我们学习主教是阮的祈祷文，来同心祈祷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时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去试，就叫阮脱离迄个歹，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大家请坐。即条咱做来启应，启应文第49篇。来，喙焦的人才有水；来买酒，来买面。恁若着开钱买袂食得的米，恁注意听我讲就好的米人食。趁找到上主的时，就来找伊。歹人着离开邪恶的路，着归向上主，伊要怜悯。上主讲：我的想法，毋是恁的想法。天比地加偌悬，我的道路比恁的道路嘛加遐悬。雨甲雪对天降落，无搁倒转。要互业种的有种子，对我的喙讲出来的话嘛会安尼。我的话要完成我的计划。恁会欢欢喜喜离开。大山小山会唱歌迎接。以前有刺皮的所在会发千变。这要做纪念上主的证据。咱做伙来祈祷，创造天地宇宙的大主宰，阮的主，阮的上帝。今早阮搁一遍用阮感谢的心来入你的门，要用耳朵来入你的院。我要感谢来大声学到你，主耶稣，我要将阮一生的主权，搁来交互主你，恳求上帝来成做阮一生生命的主，互阮当学习活出有疼心、有信心、有愿望的生命。我若将阮头前的道路，求上帝你完全来帮助阮，互阮会当有全然来交托互上帝。主啊，阮每一个时刻，我拢深知，主你是掌权过去、现在甲未来。主啊，求你掌权阮的心思意念，我们降服伫你的疼爱内面。感谢上帝赐了救恩，互阮伫罪恶中成做你的儿女，离开一切的罪，互阮通明白真理，勤读圣经祈祷，来靠无上帝的话语，来遵行主的道路。主啊，我们有能力来赢过世俗的试探，互阮一生明白主你的道路，领受永远的活命。求主带领阮福祥教会，伫未来事工的推动，互阮的福音有兴旺。伫牧师、长职、牧区小组，阮团队服侍，拢搁
真持节建立基督的身躯，互富强教会后来荣耀要大过早前的荣耀。主啊，阮也为着主日学，伫7月20甲23夏令营营会，伫营会所备办的，无论是内容、活动、报名学生、老师，拢有助力同在的备办。主啊，这是阮也为着阮南台湾欠水来向上帝来恳求，恳求上帝你降落稳定的雨水，来补足阮欠水的危机，互阮民生工业无阁受欠水的艰苦，互阮每一个人真正爱护台湾，守护台湾，珍惜水源。今日是西门教会的建堂的奉献主日，代表讲，这殿毋是为人，是为着耶和华上帝来起造的。恳求主，互西门教会所有的会友有全然信靠上帝的信心，来遐起造上帝的殿，互每一项的建堂的经费拢无欠过。耶和华你的上帝是超越阮一切所求所想的。西门教会要伫凤山的地区，要来伫遐高举上帝，来荣耀上帝主的名。主啊，求你来保守阮伫炎热的天气，伫阮要来的一礼拜，互阮的生活、工作、学业、家庭、健康、经济，拢有主你的保守甲带领。互阮身体拄着病痛的，求主你来亲自安慰甲医治。主，我们便搁伫你施恩宝座前宣告，你是阮患难中及时的帮赞，互阮会当每一日平平安安徛起伫你圣灵的同在。我也要将阮逐样的平安喜乐充满伫阮兄弟姊妹的身上，互因早日日拄着健康的身体。但阮也要将今仔日林牧师所要讲的道，求圣神甲伊同在。讲的甲听的，要大大领受主你加倍的祝福。但阮也将阮2堂的礼拜，要对头到尾，恭敬摆咧主你的面前，圣神的同在，充满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身上。主啊，我们将一切荣耀、恶乐拢归伫你。阮安尼恳求祈祷，感谢拢是靠主耶稣的名。阿免。即节咱来讲授上帝的话。今日有2位的圣经，记载伫旧约圣经历代志上21章18、19、26节。第2位圣经是历代志的3章第1节到第2节。当迄时，耶和华的使者命令加德去甲大卫讲：大卫着上去，伫亚波斯人尼岩的五角场，甲耶和华起一道坛。大卫就照加德奉耶和华的名所讲的话上去。迄时，俄尼亚的底拍麦。月头看见天色，甲伊伫第4个囝走去觅。大卫到俄尼亚遐，俄尼亚看见大卫，就出五角场，夜头拜大卫。大卫对俄尼亚讲：“你着用这个五角场地互我，互我伫遐。”通互耶和华起一道坛，你着照
足额的价钱卖我，互瘟疫煞，互瘟疫煞，无害百姓。而你甲大笔讲，你通互伊用我的主我的王，照你所看最好的去行。你看，我用牛互恁做烧献祭，用拍五谷的器具做茶，也用马来做素祭，这下我拢互恁。大笔王甲俄尼亚讲，毋是安尼，我决断要用足额的价钱来买，因为我嘛爱摕恁的物互耶和华，毋爱用无开费的来献烧祭。对安尼，大笔为着即个地，请600舍利克的金。互俄尼亚，大笔伫遐甲耶和华起一道坛，献烧祭甲平安祭，搁求叫耶和华伊对天降火伫祭坛顶来应伊。历代志下3章第1节到第2节，所罗门动工去耶和华的殿伫耶路撒冷。摩利亚的山就是耶和华对伊的老爸大笔出现的所在。大笔就定着伫迄个地，伫亚波斯人甲俄尼亚的五角场。所罗门王即位第4年2月初2，动工起来。愿上帝赐福听叹伊话的人。即条咱请管弦乐团来献诗，献诗煞。今日林牧师要为咱正道的题目是俄尼亚的五角场。我
感谢主，咱所有拍破耳朵上帝，咱真多谢今仔日吼，咱的管弦乐团用音乐来献诗吼，甲唱人即个口唱的歌无共款的迄个滋味啦吼，这上帝互咱的恩典，咱真多谢因的服侍。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大家过5月节吼，连续假日，今仔日是最后一日吼，咱甲今仔日归因奖励上帝吼，分别做圣，所以咱来到教会敬拜上帝，安尼2项拢兼顾会着吼。有的人吼，前几工就先去度假吼，去互日拍安尼吼，伫高速公路顶互车踢安尼吼。毋过吼，咱今日伫遮会当安静敬拜上帝，这是咱的福气吼。咱甲隔壁祝福一下，讲祝你5月节快乐，来。咱台湾人吼，讲端午节，端午这2字都毋是台湾话咧，吼，所以有人是讲肉粽节较贵气啊，吼，食肉粽，无是5日节嘛，有人讲啦，吼，因为5月初5嘛，吼，总讲咱今年吼，台湾人吼，安尼放足侪连续假日，放毋知要去倒位休困就对啦，吼。所以明年听讲政府讲，你卖啦，归去卖啊，吼，恁咧补假足麻烦啦，恢复正常就好啦，吼。毋过咱会当珍惜即个假日，佫会当保守咱伫主日有即个专心敬拜，这是上美好，2项拢结合做伙吼。今仔日呢是咱特别安排即个凤山西门教会的奉献主日，是建堂咱林志远牧师特别来到伫咱中间，佫有5位同工啦，包括牧师娘吼，拢伫楼骹准备讲真侪义卖品。目的是为着甚物呢？为着要招咱兄弟做伙来关心因西门教会建堂。兄弟姊妹，你爱记的吼，咱10几年前咱富强教会吼，为着要建堂吼，好，全部拢动员起来啦吼。我会记迄阵吼，足侪人拢斗切迄个啥？菜头吼，生菜头吼，阮迄阵也伫高雄嘛买甲真好食就对啦。建堂吼，目的毋是干那即个建筑物，建堂是为着要搁一遍兴起所有的兄弟姊妹同心一意来看见上帝的荣耀，因为对无到有无可能变可能。所以咱特别安排，因为咱是安那会邀请林牧师来呢？因为进前伊的后生啦，林喜悦牧师迄阵做新学生就伫咱遮，大家对因即个家庭真感谢，讲上帝特别来兴起即个家来服侍上帝。咱林牧师伊是伫屏东足古老的一间教会就是历史足早的教会，叫做德雅卡，后来佫有分迄个南比教会林牧师就是迄个家族伫德雅卡教会100几年。历史因的家族是原起头的家族级，所以伊的家庭真多拢献身咧服侍上帝所以足难得。佫互我感动的是安怎呢？咱的林牧师伊是我的学弟差无几届，但是呢，伊是咱长老教会在推动圣神更新即个带头的伫台东捌伫咱高雄。凤山迄个所在拢做真好的工，所以伫一寡属灵的分享，伊拢做用心我几年前听着讲，伊原来伫凤屏教会服侍足好势，那会佫煞来伫凤山西门啦我想讲应该是像我的年纪都拢准备要退休那会佫煞教会。后来才知啦知影讲林牧师伊带着一个使命，因为凤山西门教会因要建堂。伊讲安尼好，若要建堂，咱做伙来安尼。伊真正来西门教会开始筹募建堂咱知影一个教会要建堂，实在是千头万绪就对啦。咱要来听伊看伊的心路历程，特别也通过伊所分享出的话来甲咱勉励互林牧师家己讲上界详细。咱用普声来欢迎，来欢迎来林牧师。同心三角来祈祷，阿爸天父，阮的上帝，
阮儿女尊重你，因为多多你是阮的上帝，阮倚靠你，阮的嘴要保养你的好名声，阮的嘴无要提起别个上帝的名，因为耶和华你是阮的产业，是阮杯中的份业。阮所应得的，你拢投阮固守条条。你所让予阮的地是极水的所在，阮的产业实在是极其好。阿爸天父，阮要常常尊重你最大，安尼阮的心就要安稳自在，无摇拽。阮的心要欢喜，阮的灵要快乐，阮的肉体就要安然徛起。虽然伫这5日节时，阮正兄弟姊妹，逐人有倒来团圆，也有出外旅游，求你恩典加添祝福，伫敬畏你的儿女每一个家家户户的成就，互因出入拢得到你的保守照顾平安，互因甲亲人团圆聚集的时，因的心极其欢喜。享受天伦之乐，主啊，阮感谢你，感谢你，所以阮的心要学到你。弟兄姊妹，下边恁对牧师来祈祷一句，咱做伙来祈祷一句。我的心啊，我要学到耶和华，凡那伫我内面的，拢要学到你的性命。因为你是极其好，我的心啊，你着学到耶和华，唔通袂记你一切恩惠，因为你赦免我拢总的罪，医好我拢总的病，救赎我的性命脱离死亡，因为你将活命的道路。明明指示我，互我在伫你面前有满足的欢喜，伫你的正手有永远的快乐。感谢你，主啊！照你的应允，伫诗篇112篇所祝福的，拢临到伫我的身上。因为你讲，敬畏你的人，你要互阮的子孙伫地上兴旺，凡事做头无做尾，屈上不屈下。阮的儿女要伫地上大大强盛，阮的厝内要积聚有钱财。要有上帝你的真理甲公义，都有尊重上帝你的心，互阮真正有听主听人的心，阮有能力实行听比互人下口福气，阮毋免甲人借钱。过日子，耶和华我的上帝啊！今日才安尼备办受恩祝福我，我所恳求的，求你甘纳，大大应允，祝福伫我甲我的家，伫奉你的名所设立的富强教会。以及奉你的名所设立的正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拢要安尼得到福气。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弟兄姊妹，咱将咱的双手拍热烈掌声来归应咱的上帝。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咱的上帝是毋是值得咱学了尊重的上帝？哈利路亚！那都应该是安尼，都值得掌声来学了咱上帝。哈利路亚！首先非常感谢詹金发牧师，也是我所敬重的牧长，甲夏牧师、甲谢牧师，以及少年的詹牧师，甲两位咱所敬听的中级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多谢夏牧师真详细的介绍，安尼我就会当减少真侪说明。非常感谢夏牧师甲谢牧师，因阮凤山三门教会有这个机会来到咱富强教会来伫这出来大家请安。首先非常感谢咱在座所有的兄弟姊妹，愿意互阮有这个机会。也凤山三门教会，通讲是我一世人牧会的第一间教会。我伫1988年对台南新人医毕业了后，就受派伫凤山三门教会开始我牧会生涯。我伫迄个所在牧会6年久，伫迄个所在就服牧6年久了后，我就迁徙到伫台东景星教会，伫台东景星教会牧会7年久，倒伫上帝恩典带领中间，我倒转来到伫寿山中会的凤平教会，伫个所在牧会21年久，到伫2年前，无想到讲，我会去倒转来到伫凤山西门教会。因为凤平教会的收会一定伫2020年，2022年9月份的收会，伫我满20年的时，伊讲林牧师，阮欢迎你继续伫这所来到你进庭退休，也是看你要65岁退休，也是要60几岁，拢是在你，互你会当伫阮凤平教会会当进庭退休。所以伫无拍算的中间。伫2021年，我伫凤平教会牧会21年久，凤山三门教会的这个小会都来找我，也甲我讲起真侪因所期待的愿望。也我伫这所在祈祷的中间，甲因伫遐交谈的中间，感觉因真有心要达凤山三门教会。来完成。伫43年前，咱的长辈邀请的牧师，伊伫凤山教会牧会20年了后，年岁有，然后伫凤山教会退休落来。伊家己本身都无想要退休，都去到伫凤山的这个定西里迄个所在。来开设凤山西门教会，到今年43年久。到伫第8年的时阵，拄1988年，我都毕业，就受派，伫个所在做伊的传道，甲伊学习真济，互伊看教真济的这个牧会的经验。这是怎讲是我的福气，我非常感谢。伫上帝恩典带领中。也牧师是毋望会当伫凤山的所在找一块地，通起一个亲像咱富强教会安尼，因为真正水个东方真适时做礼拜的所在，因为迄所人当租的，后来都买一间现在阮真的透天厝，透天厝内面就是拢爱都定真做作，毋是介舒适。毋是介说无电梯，所以伊一直是期待着上帝祈祷，也得到凤山三门教会正中级，大家人拢真同心，讲好安尼咱来找所在，准备来毋望会当来起。也伫1992年的时，我喺伫个所在伫是迄个红木，后来有一个下晡时，
伫科长老下晡时，我去探访，伊头讲，少年的牧师，我的边仔遮，我的厝三角滩边仔遮，遐有一块地，咱来祈祷。迄块空地啊吼，咱来祈祷，求上帝留互咱凤山西门教会，遮在咱凤山西门教会未来建堂的即个路用。咱若买起了后吼，因为迄块地是无路面的，路面拢是科长落的。伊讲，咱的教会若买起来，我伫路面即个机灵地，即几坪我着奉献出来。安尼迄块地着有路面啊，咱着会当来起啊。我听者足欢喜。阮科长老，因为长老你徛伫边啊。阮科长老是讲真啊，讲假的。好，伊足认真。啊，伊人本身着乌远乌远，伊若无讲话吼，你看着会惊。啊，我真在做少年，好看着老长老甲我歹的时阵，我也要惊死。好，我讲科长老是讲真啊，讲假？伊讲我甲上帝讲的话，太当后别讲。好，我真正会带呢。迄阵我少年呢，迄老长老歹起来，我也要惊死。啊，讲科长你若讲真的吼，安尼咱就真马上来去来祈祷。阮真正就爬围墙啊，伊加尔，阮就过迄个空地啊，拢是发草。像即马热天的时阵，足够发草。阮就几个探访小组，阮就徛伫遐，阮就举起祈祷的手，大家开声祈祷，然后我到尾举起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宣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宣告，上帝啊，你在即个土地分别做成，真侪凤山西门教会无久的将来建堂的路用，求你保守。互凤山西门教会会当买起来，无别人买去，因为迄个所在，原地主许有法院拍卖，因为无路面啦，啊，可能许有法院拍卖，啊，迄个人是投资客，啊，所以来买起来，啊，买起来了后，就去通过真侪大师，啊，来甲科长就讲，啊，你路面卖我啦，吼，哦，啊，我吼3倍价来买啦。但是感谢主，上帝连感动科长了。即个电脑买起来，我的路面中安街，这路面机灵地遮的尖3个尖，我就要奉献。就是这个土地，足奇妙。我伫94年的时。92年伫遐祈祷，94年凤山西门教会就买即块地买起来，买即块地了后，经过30年久，因伫迄所在都解决即个土地顶面的问题、路权的问题啊等等，安尼到伫30年久了后，因把即个土地的即个土地的即个路权较处理清楚。啊，无去申请建造，图画好安尼，图画好，啊，但建造就袂准啦，因为迄路权的问题。所以凤山西门教会要起即间教会，有得着真济的即个哪吒因素。总是上帝拢一路一路开路。阮凤山西门教会正兄弟姊妹嘛拢真努力打拼，安尼20-30年来嘛积资大概较将近。3000几万土地买起来啊，行了啊，都积资3000多万。啊，因就是伫2年前来讲，阮真已经即个地拢买起，啊，而且啊，阮已经也都3000万啊。啊，2-3年前，迄阵还未通货膨胀的时，因初步估计就是要起成安尼的时阵，初步估计大概是差不多6000多万，6000多万，也。无想着讲，这2-3年来，世界的这个波动、甲通货膨胀以及疫情的严重，直到
较早一坪是差8万会当起，即马爱17万。我想我讲安尼无过分啦，因为阮所找的人是一个足听主的过北方长老的营造厂。过北方长咱在座有人知影啦吼，伊答应呢。我去找的时候，伊本来是讲，但上帝讲上帝啊，我无要你去教会啊啦，因为吼我一世人吼创业做营造厂，我上帝你去30-40间教会安尼，我伫我营造厂去教会吼，我从来毋捌甲上帝去圣殿趁一针一银啊。我若迄当去吼无了，我就感谢主啊啦。但是上帝吼，拢祝福我伫外口的工程30杯、60杯、100杯安尼都趁。所以有一天我要去找时，有一天伊咧祈祷讲上帝，我伫主你面前吼，我一世人带你去30-40间啊，安尼敢无够吗？伊对民事的董事长无认真了，伊落来的时阵，倒转去接这个营造厂，伊甲上帝安尼祈祷。上帝灵台讲哦，无够，北方啊，你一世人爱甲我起50间。圣神带你讲话呢，迄阮去找伊，真正安尼甲我讲的。迄当时拄有2间教会找，一个屏东繁华教会。一个少年的曾牧师，就是曾英仁牧师的查某囝，迄伫屏东中会繁华寮教会，即摆叫繁华的即个所在。甲阮去找伊，因为我若无上帝感动吼，我无要接啦，因为我接教会，我毋捌得，我去上帝教会吼，是咧去上帝圣殿啊，我袂使甲上帝趁钱，我若无了钱，安尼我就感谢主啊。但是上帝拢大大祝福我。阮去找时，阮伊算算，阮拄第40几间。伊讲好啦，因为伫恁还袂来找我以前，我有一个祈祷要甲恁见证，就是我通讲遐话啦。哈利路亚！上帝在做工诶，毋是人会搞诶，阿免。然后阮的地质图互伊看，阮的地质图互伊看诶时候，阮的隔壁，阮本来是买2307控。阮的地籍号码叫2307控，啊，到其他零零碎碎有4块土地，加起来都148。伊若讲恁隔壁即个2307控即地吼，恁若无买起来，恁安怎起得袂水啦？所以恁家己倒去祈祷啦。我讲啊，因着祈祷30年啊，迄个地主都无要卖啊。迄地主甚至伫个社区内面都当，大遐邻里长都讲。咱无环境，你基督教会来啦，来哦！你直接起教会哦，咱通强插的尔啦。啊，阮也毋是咧欠钱啦，阮毋是咧无钱，阮逐日咧卖即块地，所以30年来吼，无要卖教会啦。啊嘛，知影讲教会卖起来地嘛几介水，但是过平顶咧讲，恁倒去祈祷看卖啦。所以我伫2021年的10月、11月，我8月去，我就去找过平顶了。伊看着即块地，讲即块地恁爱先买起来，恁拍拼较卖，安尼啦。阮倒来将这个话报告伫阮的教会兄弟姊妹甲中级内面，伫遐都有一个问题：2307控，阮的土地内面，第2308控别人的地顶面，因有一间2楼透天的厝。40-50年前就买啊，但是阮买土地较20-30年尔。因迄间厝会走骹因增建，侵过来阮23即块土地有80公分，啊拢总长拢18公尺，因为走骹中建增建起来，啊用伫阮的地，所以阮迄块地去申请建造时嘛，发现讲哇嗨啊，地上要别人的啦。人伫遐起厝50-60栋啊啦，啊你的建筑线伫人的地内面啦，啊你申请嘛袂过呢？我哇，我听着安尼时，我就烦恼啊！讲哇，上帝安尼我无采工倒过来啊！我若知影即个代志吼，若较知影较早咧吼，我绝对毋敢答应凤山西门教会我过来，因为这无法通解决。这包括阮拄则夏牧师伊甲我介绍。阮德亚下教会，阮林家的祖厝，
阮伯公啊，阮叔公啊，甲阮阿公啊，阮的邻家祖厝吼，拢比祖产强业的啦。但啊要讲哦，即块地啥物人的，对面迄块厝啥物人的，咱就讲袂清楚啊啦。无人敢转去起啦，要用起，要转去厝起吼，就要转去30-40粒以内啦，安尼要怎起？所以即个代志我知影讲，害啊袂解决一。我相信咱在座的中间，我相信恁家减啊，恁家族啊，加减啊有即个问题。我甲上帝哭，我知害啊，人若要来告法院，咱若要甲你行啦，你行1审、2审、3审，你毋知要5年、3年、10年啦，你毋知啦。我甲上帝讲，害啊，上帝啊，变怎？我过来安尼，我亲像摩西吼，等于带以色列百姓，啊要来出埃及。啊，带到吕非定顺的旷野，面对头前是红海，后壁是埃法老的队兵，我要安怎？我都3年5年，我要退休啊！我来遮加了的啊，我就3年5年，我就尽量退休，我就直接退休啊！我袂当做啥。上帝甲我讲，你讲叫摩西嘛？啊，你看当时摩西的手有啥？我讲上帝啊，摩西手有拐啊尔，啊带一群的百姓啊，啊百姓伫摇把叉啊，啊要安怎？上帝啊讲，啊摩西的拐啊做创啥？摩西的拐啊，上帝我知你的权柄，我要靠你的权柄，上帝我知你意思。上帝讲哦，你敢像摩西呢？将迄拐啊往海记落，记落无？我心受感动，我伫遐流目屎，讲上帝，我知影你意思，我知影你意思，我无失望。好，所以阮伫2022年正月初，就是去年1年久，阮推动全教会性的连锁禁止祈祷，然后我写祈祷文，互阮的所有兄弟姊妹，我伫讲台顶教讲，咱免来禁止祈祷，免规年通天拢禁止祈祷。我牧师甲牧师娘，每一个月正月初，就是阮两个禁止祈祷的日子，就是为着即个土地的问题还未解决好势，还未买着的，拢祈祷伫上帝面前，求上帝等开路。哈利路亚！我上班的人免禁止规工的，我讲真简单。你只要你的时间，你休困的时间，你来签。若无签到你休困的时间，你一工3顿，其中有1顿，包括你咧上班嘛无要紧。你如果你上班伫中昼的时，你中昼迄顿的半点钟，你莫食饭。你用你半点钟的时间，你找一个恁公司的所在，安静的所在。你家己伫安静的所在，你伫遐祈祷半点钟，甲用下较食饭就好。阮的兄弟姊妹讲，安尼好，安尼我拢会使，安尼我会晓。所以阮差不多伫去年全年度365天，逐工都有人，有当一工内面有3人在祈祷，哈利路亚，足奇妙。阮伫去年2月28拄好拜六。我就伫教会讲，咱拜六2月28，大家拢休困，咱来即块土地，因为迄阵还未买着，咱来即块土地来举行得地为业的祷告会。迄在阮所有兄弟姊妹，阮都邀请屏东林良堂因为号角队来甲阮做伙参加参与伫即个所在。得地为业祷告，阮伫所在祈祷会了后，阮伫所在，阮的建堂主义80外岁啊，咧举着教会旗，带着大家人伫迄个区域，对中安街行到中和街，行到青年路，都行到信义街，安尼踅多踅7年。踅7年了后，阮就伫即个所在，大日下边第3场下边迄个。踏入迄个土地，迄个土地是3,100万，都别人的。阮就踏入迄个地，伫遐大家宣告祈祷，
上帝啊，23个基本你发讲，这个土地顶面的厝已经无人，已经10几年无人徛啦，拢变趴荒啊。但是地上要得因的啊。我讲上帝求你将这个土地感动地主，愿意量度，互咱红山三门教会，然后教会用合计的价格，就亲像咱今仔所读的经节。代笔我较才会得报告，要用真紧的速度，超10分钟来咱报告。阿里咱的五角场是圣经的历史，因为这圣经历史太重要，太重要，所以阮就伫迄个所在宣告祈祷，做期标，到伫2月底。4个共有人，74篇内面有4个共有人，其中有一个拍电话来我，牧师，阮会当照恁的篱笆吼，啊，阮的重机械，阮的怪手要照路吼，啊，你着互阮过一下吼，啊，阮迄顶厝拆了吼，阮4个共有人吼，讲要来分割，虽然的土地虽然处理啦，啊，恁若有意思要来讲买卖吼，咱去来讲。我真正惊着我是在做梦是无？我伫电话中的时候，我想我是在做梦哦，我在那里夹喙齿，哎呦会疼呢，毋是做梦呢。才会遐尼奇妙，上帝要出手一个尔啦，阿妹。咱真正要我靠上帝有信心。阮祈祷了3月，阮就真正去找遐共有人。因为有其中2个人搞怪，阮无法度，阮非要调着，无要紧。感谢上帝，带我备办一个三道教会姚春木大师，是三道教会执事。伊听到这个消息，伊才主动来甲我讲，牧师，伫我做大师的经验吼，因有这种动作吼，因内面一定有人要买，伊甲我教策略。无我这方面，我做牧师，我这方面我拢毋捌啦。啊，上帝来差遣天使呢，三道教会有春木执事，校长你应该知，牧师你应该知吼。嘿，伊做者啥物来？当我看我的资料，找了后啦，讲牧师因这个动作吼，你一个个击破。啊，讲个击破，但是咱登记伫在两个人6号呢，伊讲无要紧。这个毋是伊甲我教吼，我袂晓。伊讲无要紧，咱用在东法人6号，咱的总会在东法人6号来甲伊做共有，然后咱若买起来了吼，咱来申请法院的这个分割的这个协调会。我安尼会使影，伊讲会啊，伊捌处理过其他的教会有这个问题。我讲安尼好，所以阮就一个去找，其中有2个人。占2/3啦，2个占2/3，阮才买起来，对，阮就买50坪起来。足奇妙的，阮8月初1，阮就登记好势。迄2个剩24坪，伊挂因阿姨啦，我真毋知因共有关系。原来是一个阿姨甲一个表妹啦，就是阿姑的查囝的啦，阿姑过身也互查囝继承的啦。因就买出来，阮就买出来，阮用1坪28万来买，阮就买50坪。无迄个第30几年，毋买就是毋买。足奇妙，上帝在带领。到伫8月中旬，阮登记好势了后，阮就申请法院强制分割。到尾因迄2个兄弟啊，嘛是老母过身，吼，迄间厝无得徛。2个兄弟继承的，因到11月，因就甲阮讲介绍，阮拄1年多，到伫12月2日，把即块土地23,774坪，拢完全买起来，1坪28万。阮迄阵拄欠3000几万，即片即个土地买起来，就剩1000多万啦，因为买起来都2100啦，阮才剩1000多万。总是足奇妙，阮买起来了后，阮大家拢足担心，
兄弟姊妹拢试过做见证，足侪教会兄弟姊妹听到这种见证，上帝的灵伫阮的中间所做奇妙的事，伫上帝伫人看这袂话，伫上帝无恶正的事，上帝凡事拢会。阮的会友拢做这种见证，所以阮当个今年到4月底，阮又过3000万啊，2100万支出去哦，到4月底，阮的建堂的费用都3000万啊，阮已经3000多万啊。所以这种是上帝来供应的，伫无可能的代志来成就一切的权能。哈利路亚！我咧剩剩得过5分钟，我从足紧的速度来甲咱报告。无师拢讲伊的见证尔，也无讲伫圣经，无师人徛伫讲台无讲圣经，到底等于互你骂。我来讲大笔安怎来得到这个现在耶路撒冷的圣殿的迄个地安怎来？伫圣经的历史有一本册是由伦敦的历史学家，伊伫最近这10年前，伊所写的《耶路撒冷3000年》迄本册内面有提到，耶路撒冷3000年的历史。第一个所在，咱对圣经内面来讲，迄个所在就是亚伯兰伊倒伫5年城的时，上帝灵来呼召。亚伯兰叫伊离开本地本族老爸家，去到伫上帝爱伊所去的所在，对不对？所以亚伯兰就离开半夜湾、两河流域的5年城，对即摆伊朗伊拉克的所在，对遐行来到加南地，伊就带伊的迪拉路德来到加南地，伊的迪拉迄个加南地的5王4王。伫创世纪第14章受掠，亚伯兰就带伊的军兵去解救罗德，然后拍赢5王4王，倒转来了后，行来到伫撒冷国，行来到伫撒冷国的这个所在。亚伯兰拄着什么人？拄着一个耶和华的大祭司麦基洗德。麦基洗德听到亚伯兰经过这个撒冷国，伊就行出山谷来迎接亚伯兰。亚伯兰看到这个撒冷国的这个麦基洗德，伊就知影。这个是耶和华的大祭司，所以就将伊的战利品1/10奉献伫麦基洗德、麦基洗德的面前，设下了咱的1/10的奉献的第一个，哈利路亚。然后到亚伯拉罕100岁时才生一个囝，对不对？哦，咱拢知影这个故事啊。到伊的囝12岁啊，上帝的灵他讲：你带你的囝去到伫摩利亚山。摩利亚山就是即马现在即块地，就是当时的撒冷国的所在。将你的囝献互我，所以伊就对拔示巴带着伊的囝行3天，行到伫即个也是现在耶路撒冷的摩利亚山，然后伫遐要抬落去。要我上帝讲啥？因为你的信，我请你做义，对不对？唔通伫这囡仔动一手动手，通伫你的边仔遐牵一只羊来献祭我。所以因为你的信，我请你做义，哈利路亚。所以迄个所在叫耶和华以勒，对不对？迄个山叫耶和华以勒，耶和华伫伊的山，伊该要来你陪伴，伊献祭物，阿们。因时间上的关系，经过1000年，到伫大笔已经平定天下，拍赢所有的这个邻国，设立大笔王朝。大笔王朝了后，
伊家己去王宫，伫遐所在享受啊。伊甲看我才会先去我家己的王宫，我才无先去邀我约柜的圣殿。我邀我约柜还伫伫布边遐呢。我安尼才会使。所以伊就将这个感动达先知拿单。拿单迄面就做梦啊，对不对？当面就做梦啊呢。但代表讲，你甲我的罗卜代表讲，你的心愿，上帝要欢喜接纳。所以我要互你的子孙代代坐你王位，对不对？上帝是不是安尼应允代表？是，这代表的用。实际上，夏牧师伊是阮的老师啦，夏牧师伊做过读册，但恁夏牧师拍我者。恁夏牧师是阮的助教啦，阮老师啦，伫自新人院做过读册的，伊读教会书的。我讲这时我无设计有2包呢。系啊，是啊，到底代表的想要来邀我去做圣殿，要当对起啊。代表伫所在的祈祷，上帝的感动先知家庭。先知家庭，若照历史的考察，先知家庭是拿单的老师啦。迄阵先知拿单较少年，但是家庭已经老啊。上帝就通过感动家庭讲：你甲我罗卜代表讲，你通倒对到恁的祖献祭的所在，伫个所在，迄个时是阿布斯人昂尼兰的五角场。五角场简单讲就是咱拢都市人可能听无。那阮庄脚讲花亭啦，较早夏牧师伊住伫盐埕啦，读盐的迄亭啦，对不对？迄个盐埕啦，咱台南人拢听有啦，台南咱拢好多人拢听有啦，对不对？就是伊的五角场，所以安尼人是好业人，伊有花亭咧，规支山拢伊的，算毋是好业人，对不对啦？是啊，所以代表就赶紧去找安尼人。安尼人看到代表来是讲害啊，惊啊！你先走，互恁爸来对付就好啊。咱若讲无好势咱的走家袂忠呢。你敢听有？圣经写甲较文呐，写讲好，安尼人看到天顶有天使。我讲用较现实的代志来讲迄个所向无敌的君王来啊！讲无好势走家袂足对不对啦？是毋是啦？是啊，所以囝恁先选，恁先走一笔。所以以后恁咧演戏的圣诞节也是迄个演戏会当用这个剧来演。你人讲王爷，你来这要创啥？代表讲我来这要。伫你的地献祭我的上帝，安尼人听着讲，代表要将伊的地摕倒转去嘛，对不对？伊毋敢讲无爱啦，因为无爱了走家袂足啊啦，对不对啦？是啊，所以安尼人讲王爷你若买我拢互你。包括你要献一个茶、献一个羊，我拢在准备便便。代表安怎讲？好啊，因为恁爸即摆做王啊嘛，安尼吼，敢是？毋是咯。代表安怎？代表讲我要去即个地是要分别做成的殿啊，我袂使咧老人的血啊！哈利路亚！所以我要用下你的价格，甲你买。代表较早咧占人的地，敢毋定要人往买吗？是往买吗？绝对毋是往占的，对不对？小拍嘛，对不对？抬来抬去，对不对？伊来到阿里兰遮态度无共款啊，因为啥？像这圣殿的所在是袂使老人的血的所在。哈利路亚！伊讲我要用合理的价格来买，你买我，哈利路亚！所以代表就伫迄个所在，
兵600色个的囡仔是无？毋是啦，比600色个的囡仔较悬的金仔啦，所以代表无6片，因为迄个计数就600,000万尔嘛。但是哦，我用6000万的金仔，安尼囡仔甲一个金仔，对一个较有价值。圣经敢写囡仔吗？600色个的囡仔哟，毋是金仔。所以代表拢完全无拉配，用合理的价格搭买。哈利路亚！阮伫这个土地嘛是知影讲因无路啦，但是因爱卖土卖原料，阮就不爱用小的人啊，小人我来涨死啦，我就不爱来买啦。阮用合理的价格呢，甲因妈讲价，一平用180万来买呢。哈利路亚！因为时间上的关系，我报告到这，有机会下边咱继续来下半。下半场，多谢，咱祈祷，咱来祈祷，哈利路亚！阿爸天父，阮的主，阮的上帝，阮伫你面前献上感谢，因为这里无恶情的事，你讲有就有，你讲充满就充满。阮的主，阮的上帝，阮伫你面前，为着你的圣殿的起造，愿你显明你的恩典伫阮的中间。因为这个土地现在建堂爱超1亿外，阮只有3000几万，总是阮无累积，也无惊吓。我要靠上帝，你家己本身亲自为着阮陪伴，因为你是摇花一日的上帝，愿你圣神亲自帮咱，也通过富强教会正向的姊妹来达你的圣殿祝福。互因也成就这个恩典福气，临到伫富强教会，以及阮在座所有每一个兄弟姊妹，愿你的听，愿你的恩典大大充满伫富强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每一个心上。我来感谢基督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哈利路亚，谢谢。咱真多谢林牧师的见证甲分享吼，有一个感动，就是讲咱富强教会吼，要起礼拜堂的时阵吼，无土地的问题，啊，林牧师因无用30档搭开始要建堂，啊，所以咱富强人哦，实在是足幸福，足幸福。上帝吼，听咱够有春啦，但是上帝互西门教会因的拍拼绝对有价值。因为因即马开始要建堂，土地已经准备好，啊，需要咱兄弟甲因斗帮忙吼，啊，斗添天茶会就对啦，啊，互因的礼拜堂起来，才做一个荣耀主、敬拜上帝的所在，啊，咱逐人拢有份吼，啊，咱要先来吟首回应诗做代祷，才来做奉献吼，咱来吟这首圣诗255首，圣会独一的地基，啊，咱坐咧吟就好，咱来吟全首。做来吟，圣会独一的地基，是主耶稣基督，对主真的来见的，谢你眼望天空，对其刚领袖会。对
赞，献回献灵的地主，也变三位的，求主为我的朋友，甲主啊回我的，咱对全因的救救，梦是为主归，阿拉对甲比达有，你听甲主最对。感谢主，下面是咱讲道的时间。因为时间的关系，无需要招咱为着两项来祈祷。头前，咱奉主的名来祝福红山西门教会甲林志远牧师因所领导这个建筑团队，头前的困难已经解决，后续上帝的确大大开路，互因无论是建筑的过程，这经费筹募的过程，拢顺遂，通过这个来荣耀上帝。互伫红山西门教会所设立的这个所在，成做一个荣耀上帝的地标。咱知影红山是高雄上古老的一个社区、一个城市，意思讲清朝时代就设一个县城伫遐，所以伫遐要兴起主的圣殿，来荣耀主的圣名，来报扬主的福音。咱奉主名来祝福因。咱第二，咱为着教会，咱兄弟姊妹。病痛艰苦的兄弟，求主施乐医治。特别伫即个暑假要到，咱的青年人以及咱侪要毕业的兄青年，求主带领因的脚步。暑假咱所有的事工活动，也求主亲自带领。咱无论开声，也是静默，咱为着这个事，咱来做祈祷。主啊，主上帝，感谢你的恩典，正通赐阮祝福，保守伫阮正中间，愿主你听，甲因同在。主，阮奉你的名来祝福西门教会，互因所做的工作来应用你的性命，所起做的圣殿，交做地标来荣耀主，来发出光，来见证上帝你的听。我为了教会病痛兄弟祈祷，求你施乐医治甲怜悯，透放，互因得到健康。我来为了暑假，做阮的青少年对学校毕业后要升学，求你亲自带领因。阮暑期做活动，求你主亲自带领，因带甲保守，感谢罗你。主庇的主，阮的上帝，感谢你，阮有这个福分参与伫红山西门教会林牧师所带领的团队，准备要来起造上帝你荣耀的殿。主啊，阮有这个福分参与伫中间。主啊，这是你的疼，这是你的恩典，因为主你有应允阮，阮三甲参与伫上帝的殿的起造，也主你要大大祝福。保守伫每一个兄弟姊妹身上，因为这是上帝你的命定，也是上帝你加倍的祝福。主啊，愿阮大家有对你来的感动，做伙参与伫红山西门教会的建堂。感谢主，阮也将教会病痛中的兄弟交到你，求你施到你的怜悯甲医治。主耶稣为着阮受鞭拍，阮的确要得到医治。愿你通过做这优秀的医生的看顾医治。或者同工兄弟姊妹所拄着的病痛，得到全然的医好。阮也将暑期教会做事工的推动，有真侪青少年对学校毕业要进入职场，有的要升学，求你拢亲自来带领，甲引带。感谢你无限，互阮有份参与伫今仔日的聚会甲敬拜。愿你的恩典甲疼痛，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身上。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免，兄弟姊妹，咱即时要请执事准备来收奉献。我阁做一个补充吼，咱红山西门教会印一个足水的信封吼，你若有感动，讲我买有份倒出几块砖吼，一包红毛土安尼就对啦吼。你有份参与，我相信这是上帝荣耀恩典。咱会当将钱额放伫内底，甲你的即个电脑编号甲写起来，安尼咱要登记较好势。若你讲我即个录吼，毋免用足水，毋甘用吼，咱用咱教会即个即个咱一年用的奉献地甲写落嘛袂要紧，安尼随咱记着你的号码吼。咱即时要请执事来收奉献，咱等下甲时间到咱会收会，多谢。
做起立来吟黄梅诗。会同请坐。各位兄弟吼，伫咱即个报告的进前吼，咱西门教会除了伫遮建堂的见证甲分享以外，因有特别伫楼骹1楼吼，也有准备真侪方面的即个义卖品啦吼。西门教会校长老伫遮无？校长老，来。我要请你来做简单的报告，好无？来，请来。好，咱甲拍鼓励一下来。因吼有准备足侪项吼，咱顶逝吼，咱为着因义卖迄个毛豆吼，来。咱凤山较早的退休牧师、邀请的牧师吼，的查某囝，即马佫换你来建堂哦，来，请你来。牧师，正中节甲正亲爱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今仔日阮会当来到富强教会，伫遮恁用阮阮为着阮的建堂的募款，甲阮的义卖来甲阮帮赞，上帝一定大大祝福伫咱。富强教会，我即马简单吼来分享来迄个介绍几项阮的买物件吼。第一，我知影咱富强教会已经有甲阮乌烟足侪毛豆吼，迄毛豆是迄个外销阮的教会的姊妹，因为工厂家己做，拢是外销伫日本的，是伫日本真正足有名的一个毛豆。我因为迄是爱冷冻，所以咱知影吼，阮无摕真济。假使讲，咱若有要搁继续有要爱食的人吼，会当甲阮登记。因为咱知影毛豆是迄个植物性的蛋白，足好对咱身躯好。咱无除了动物性以外，咱迄会当搁食一寡食物性的。即个物件，咱除了讲伊小退冰吼，迄爱冷冻，所以退冰了就会当食吼。所以咱时常吼，若有用的时阵，就会当摕起来甲做淡散吼。迄介绍我莫阁讲啊，阮下骹遐拢有写。煞只我要介绍一项，就是迄个咱台湾的迄个燕窝。人讲台湾的燕窝，就是咱的银耳羹。即个物件是迄个中国医药学院因吼所研究、所研发开发的一个物件。即个物件伊所用的材料拢是有机的，所以咱着食落到底吼。对咱的身躯拢无败坏。即个物件吼，特别伊的多糖体占6%，会当60%哦。即个多糖体有60%，比咱的灵芝加4倍。所以咱对咱的三高也是咱肠胃拢真好。特别上好就是讲，伊有得到美国 SCI 即个科学的期刊来看，证明讲食即个物件袂大苦，阁会当减肥。因为这是加糖的，所以咱毋免烦恼。糖尿有糖分较悬的，咱原来会当来食吼。所以望讲，咱会当来试看卖。最主要是项就是讲，即个产品张忠谋吼，咱台积电张忠谋董事长，因的太太是为伊的代言者，也是上届爱用的。因为这是战备物品吼，特别伫疫情的中间，因提供真济互因公司的员工来食，会当提高咱的免疫力。煞占吼，阮有个迄个真好的迄个蒜椒红的益生菌。我知影咱拢有食无相像的抢白益生菌，总是即个
益生菌伊有用50亿的活粉落去做，吼，所以特别对咱的赤酸啦，吼，也是讲咱的皮肤有异位性的皮肤炎啦，也是咱肠胃较无好的，来食足好。我有一摆要出来时，感觉食饱，感觉一直要赤酸，所以我就一包甲含咧，开甲含下了，就真好，念伊就一直缓解了。所以讲，咱若为赤酸的人，咱是爱用迄个含的就好，毋免配茶。若是讲咱肠胃无好的，咱爱配茶落去食，会当互咱健胃整肠。特别咱最近因为经过迄个咱的端午节肉粽节，咱有食肉粽了，咱应该食一寡这吼益生菌，互咱的肠胃搁较通透。阮即摆有特别的迄个特价这本来一盒是800块，阮有特价3盒2000吼，3盒2000，今仔日有特价吼。煞只阮有迄个奈米牙刷吼，这俗俗啊吼，100块，搁足好势是。迄个软软毛的吼，做咱的起花啦，较后粘的喙齿，咱拢洗会着吼。下面阁有一寡阮的资生堂的迄种或者蜂蜜香皂吼，咱拢会落去看。阁有一项就是阮有真好的蜂蜜，即个蜂蜜是阮林牧师娘吼，因哥哥因的厝咧家己迄个结的迄个蜂蜜。咱知影龙眼吼，冷冷的蜂蜜即马无啥有。你若甲闻看觅，真正有够芳，阁足好食。我有买，所以我咧伫灶骹咧泡的时，阮先生伫听客厅讲，你咧泡蜂蜜哦？我讲嘿啊，你敢有闻着？伊讲有够芳的，阁足好食。吼，所以咱会当，因为咱知影这蜂蜜的用途吼，江守山医师有咧讲，即嘛袂使阁讲伤济吼，了时间吼，咱就家己摕转去试食看觅。煞只阁有迄个。阮有迄个嘉南吼，伊个嘉南出产的迄种香米有吊顶，吼，迄真好食吼，所以咱会落去看吼，真。搁有一个阮较会甘心的，就是阮教会迄个80几岁阿嬷吼，伊甲用手落去舔迄个或者猫头鹰，一只细只，真好，真水，真古锥吼。咱等者有时落礼拜煞较甲阮学演一下。搁一项就是我讲无着，就是即个迄个 T8即个或者银耳羹吼，阮有做即种或者防水，用迄种或者以斯帖 logo 吼，落去做迄个卡棒，这毋惊水的，足好用的吼。咱等一下，毋茫讲伫咱主的厅内面互相帮忙吼。以上。咱做来看本月的金句，咱来念一遍。毋通互主爱信息离开恁，着抱伫恁的后本，刻伫恁的心边，安尼你要伫上帝甲人的面前得到稳定好名声。箴言3章30到40，我来简单来报告。咱先开周报的第2页。后礼拜的侍奉当讲，主理夏牧师，司礼是文凯执事，其他的服侍当讲咱家己来注意。咱来看第4页，本主日是红山西门教会建堂奉献主日，咱欢迎林志远牧师前来本会正道，咱也为着该会诶建堂的时间来请安报告甲募款，详细也要举行因建堂的仪礼，咱欢迎兄弟姊妹伫主内同做集体的精神，踊跃来支持。伫咱伫教会周报也有入因的奉献地来奉献，咱也为着因解堂的建堂的顺利来代祷。咱即是用热烈的掌声来感谢林志远牧师。第2点，咱下周日有安排扣子叔小丑的福音表演，以下有内容，咱家己来看。
第三，本会定伫8月13日到47周年要举行献礼典，也要受洗的兄弟姊妹伫7月7前来完成报名。咱用咱的办公室干事，咱题目大牧区会当直接用咱的水平牧师来报名。第四点，咱教会有祈祷的时间来邀请，有主日的早祷会，甲咱全教会性的祈祷会。第五，婚礼消息，本会李英谦长老甲林玉芬姊夫妇盛文兄弟兄，甲高思婷姐妹要定伫7月7拜六下晡2点半，要伫本会举行婚礼。欢迎兄弟姊妹前往来观礼，来祝福因，为着因新人的婚礼筹备，建立蒙恩幸福的家庭来代祷。第六，咱恭喜龙仁老师甲林清长老夫妇的公主信贤医师，伫顶主日6月18顺利通过国家的考试，取得医师的执照。愿上帝加倍祝福信贤医师伫后续的行医的道路，真做一位人心仁术的好医师，为主发光发热美好见证。咱来看第5页，咱有问答事工甲研讨的消息。第一，生活队演习的消息。生活队伫后礼拜六暗时7点到10点，伫咱敬拜中心4楼举行新生颂赞研习会，要有李建一博士来指导。咱若有意爱来的兄弟感动，会当做伙来参加。以下咱第2、第3、第4，咱详细来过目。咱来看第6页，关怀代祷。咱常常为着这爱事，来为着因来祈祷。第7有咱的征信，咱顶礼拜的奉献。咱请牧师来补充报告。好，咱小可耽误小可时间啦吼，咱今仔日因为连续假日吼，咱中昼。迄个爱心午餐就暂停哦吼，毋过第1场礼拜煞，咱迄个咖啡厅吼有开放，所以大家去遐乌宴一下安尼吼，交陪啦吼，祝咱大家吼，即个5月节大家平安快乐。我先做介绍吼，咱满族长老的后生吼，仁伟全家吼，专工对美国倒来看妈妈阿嬷，咱仁伟伫家庭伫倒位？徛起来，阮看一下好无？来，热手一下，仁伟，嗨，个仁伟太太，个以静以荣，好，欢迎你们回来。真炎热，求主保守吼，倒来度假，祝一切拢平安快乐吼。咱真恭喜信贤医师啦吼，我昨昏问林清长老，伊讲信贤医师吼，要考2张执照。一张西医的，佮一张中医的，即马中西医拢会合作做伙。咱甲信贤医师鼓励一下好无？来，恭喜恭喜！另外咱嘛要恭喜祝福吼，咱的即个精进啦吼，精进弟兄呢，伊今仔日参与伫咱的即个敬拜团队的服侍，讲今仔日结束拄6月底啦吼，过来就要去新人院吼，爱受造就要做牧师来，咱甲精进鼓励一下，来精进精进弟兄。真感谢主啦吼，继续服侍主，真做主的采用安尼吼。其他的消息呢，牧师因为时间的关系就无详细，我简单看这图片，甲咱提醒就好吼。咱的奉献地有定心编号码，你若要找你的名吼，你先摕迄本簿来显，你姓啥会姓，几位就找着号码吼。这是这个顶礼拜有讲过。佫第2是咱有翕即个母亲节的相片，请你会去1楼，也是去办公室领吼。佫来咱7月初1暗时，咱要请即个建议博士来指导咱的圣歌队
即个训练，啊，咱老兄弟有趣味、献诗，啊，搁性格，啊，欢迎来参加练习啦吼。啊，这控制史书吼，啊，真特殊的机会，啊，这位兄弟吼，伊用小丑啊咧传播福音。啊，后礼拜呢，2场礼拜的一段5分钟的时间，要伫咱礼拜堂来做表演，甲咱请安，啊，要去主一路，啊，要去青少年吼，啊，咱推即个扣子叔叔基督，伊毋是装安尼小丑啊，咧人笑的啦，伊是要传福音，啊，而且为着迄个土耳其吼，迄个所在的即个福音事工，啊，咱若有感动，后礼拜咱当为着即个扣子叔叔的福音事工来做奉献吼，啊，鼓励咱大家来参与哦吼。啊，过来咱主一路吼，情绪管理教所的夏令营啊，报名要截止啊，目前已经有50名吼，啊，咱搁剩10位的名额哦吼，啊，赶紧来报名安尼，啊，咱心灵传教吼，拜六拢有咧招待，欢迎咱大家招人来参加吼，啊，过来是咱即个新乐院也要做募款的即个音乐会，7月初9。啊，7月初9要伫迄个文化中心啊，请大家踊跃鼓励吼。最后搁一遍甲咱啊。呼吁啊，咱大家做伙来关心西门教会因的即个建堂吼，啊楼骹有真侪安尼拢实用的物件就对啦吼，啊所以吼，咱毋茫讲因早来物件，莫去互因载转去啊，拢甲装修啦安尼啦吼，啊这平常时你着要买一米嘛爱食对毋对？啊饮料啦、毛豆拢好用，啊送啦嘛足好，啊咱等下落去楼骹吼，啊来甲因采讲一下安尼，啊互因安尼。增加因的即个经费就对啦吼，用安尼甲咱做报告。好来，咱来做结束。咱做起咧来吟上扬的诗，愿主大仁爱。今时煞咱请林牧师为咱来祝祷。当完了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天堂，以及圣神大大的相通，甲咱众人三个伫地，对这事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各位请坐，密道。